率都不好，产生 energy 的频率的那个 efficiency 都降低，所以人比较容易觉得累。那个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最容易看到，那免疫系统渐渐降低，皮肤光泽渐渐没有，渐渐粗糙，一大堆全身的症状渐渐产生。不过我讲的这些症状是渐进的，大约要10几20年这样慢慢产生，不会说今天吃肉明天产生这样。第二点，肉食会造成健康的一大问题是大肠里面的微生物有关。我们发现肉食者的大肠微生物的确会产生毒素，谁证明这个？等一下跟大家讲。我们肉吃进去胃肠里面以后，虽然经过胃小肠的消化吸收，营养抽走了，可是有剩余的物质产生下来，会堆积在哪里呢？堆积在这个大肠。我们研究的确发现，这个大肠会出很多不好的东西，其实就是里面大肠的细菌在作怪。我们发现一条大肠里面很多恶臭的细菌会产生致癌物质，已经证实了，还会产生很多毒素，来造成我们身体的不健康。那最早研究这个的是，我要举1972年日本东京大学微生物系教授，一个叫做本间道，一个叫光冈之助，30几年前的事。他去研究什么呢？他发现为什么东京地区的居民寿命比同样日本人住在乡村的那些长寿村的居民寿命差那么多。东京地区的居民那时候平均寿命大概70岁上下，长寿村都是90岁100岁。同样日本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他很好奇，差快20-30岁。结果他研究发现，东京地区的确生活比较好，肉食比较多，比较有钱。乡村地区的人没有什么钱，大概是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大概都是偏向素食者。进一步才发现，两者的大肠的微生物去培养两个族群里面的细菌的菌种完全不一样。进一步发现，东京地区吃肉比较多的里面的大肠微生物会产生很多毒素，而且他把它证实出来。光冈之助教授发现，东京地区的居民里面的致病性的细菌比较多，像这些致病性的大肠杆菌、肉毒杆菌、胃丝梭菌，还有一些长相很可怕的那个螺旋菌。这些细菌堆积在我们大肠里面，光冈之助教授研究，可以数量预估到15万亿这么多，一条大肠里面可以装15万亿，15万亿是很多呢。地球人口50亿的3000倍就是15万亿，3000个地球的人口量可以装在一个人的大肠里面。教授进一步研究，这些坏的细菌会制造很多，把肉类腐败的东西，那些臭的东西都是这些细菌发酵产生的。分析它的成分就是这些氨、硫化氢、吲哚，那它有一些称为粪臭素、尸毒素，就尸体腐烂的那时候的这样的名称，意思就是毒素就是了啦，就是大家大便解出来，你看那个味道好不好，通通是毒素。那光冈之助教授进一步研究，这些吃肉的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些毒素不会只存在大肠呢，它会被大肠的黏膜吸收，渐渐的会进到人的血液。那我们晓得，所有大肠的血液最后是要胃肠道的血液，最后要经由肝门静脉，肝要过滤。其实在吃肉的当下这几十年，肝脏一直在解毒，到了某一天会伤害到肝脏，这些毒素经年累月的进去，甚至光冈之助教授还研究，解不完的毒会跑到人的血液里面去。他在东京地区某些居民的人体身上抽血检查，用化学的微量气象分析，的确可以血液里面侦测到这些大便里面有的那些物质，化学物质。结果是什么解释呢？产生这个毒素自己会毒自己耶。光冈之助教授称为这种情形叫做慢性自我中毒，是慢性的没有错，因为要几十年慢慢的产生毒素，慢慢的毒自己。所以
吃肉的人细胞老化的比较快，因为你24小时都有毒素跟你打到血管里面去，其实是自己吸收进去。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京地区的居民肉吃那么多，寿命减短是这样，减短了快20-30岁，这是一个道理。再来，我们研究发现，肉类的确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那致癌物质的研究最早是从抽烟来的，大家晓得。香烟里面有苯基嘌呤这种化学物质，那苯基嘌呤在香烟里面抽烟抽到最后那个黑黑的烟焦油在滤嘴那边是致癌的主要的问题。那苯基嘌呤是一种很毒的化学药品，会产生肺癌，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不晓得肉类烧烤加温高温这种煮的过程会产生很多的苯基嘌呤，1公斤的炸牛排是相当于600支香烟的那么量的苯基嘌呤，所以常常吃这个烤肉等等很容易致癌，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还有甲基胆灰，这个也是肉类脂肪高温烧烤就会形成，很奇怪的植物油不会。另外还有亚硝酸的问题，亚硝酸胺主要是硝酸盐添加在肉类，为了使肉类看起来鲜红色好看。那硝酸盐跑到我们大肠，经过细菌的跟阿莫尼亚这一类的代谢合成，会产生亚硝酸胺这种致癌物质。那在我们肉品里面最常见的就是香肠、腊肉、火腿这种添加硝酸盐的。那最近那个肉松上面也很多肉松。那我们长庚医学院有一位唐瑞平教授就研究大肠癌跟饮食习惯的分析。他用问卷调查去调查1000多个在林口长庚医院开刀的大肠癌病人，问他们饮食习惯，问卷调喜欢吃什么，这样打勾，然后电脑跑下来，第1名最常吃的食品叫做肉松，肉松占第1位。另外还有联苯胺，还有5酮基类固醇，这个都是已经知道的致癌物质，吃肉的人会产生。所以为什么会致癌？跟饮食习惯真的非常有关。另外，最近各国癌症专家最新的研究，癌症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些因素，病毒占了一个很重大的角色，病毒真的会让我们致癌。那病毒的体积很小，当然用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那病毒随时会侵犯到健康人的身体，待机而发。比如说，举个例，当我们气温低于15度以下，天气变冷，我们在鼻腔的感冒病毒就活化了。那时候看你自己的当下的免疫力好或坏，病毒能不能侵到进去，有没有抗体排除，就决定你会不会得感冒。那抵抗力不好的话，就开始鼻塞、流鼻水、喉咙痛、咳嗽，就整个聚而发，这样症状就一直进行下去。那病毒没有办法跑到细胞内，它没有办法利用细胞的构造来复制自己，就没有办法作怪。一旦跑到细胞内，那就会产生很多疾病。那现在电子显微镜的发明的确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像这个是病毒开始要进入细胞膜的那个过程被拍下来。这个是艾滋病毒攻击 T 淋巴球的情形。艾滋病毒都是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淋巴球。那病毒长相就是像这样，这个都是病毒，随时贴在那个细胞膜上面。他们病毒也要活命啊，他们一定要利用细胞来复制它们，他们才能延续下一代。那现在癌症跟病毒最有关的研究大概是子宫颈癌，就是子宫颈癌已经确认跟人类乳头状病毒非常有关。人类乳头状病毒是因为性行为感染的，那我们在性病里面有一种病，菜花那个就是人类乳头状病毒，所以子宫颈癌跟这个有关。另外，这个淋巴癌跟鼻咽癌这2个最近的研究都晓得跟这种 EB 病毒非常有关。那鼻咽癌的病人，这种 EB 病毒的抗体的那个效价非常的都是感染过这种病毒的。那另外 B 肝病毒跟 C 肝病毒都跟肝癌非常的有关。艾滋病毒跟卡波西恶性肉瘤都有关，还有很多的
癌症、恶性肿瘤，渐渐的病毒都插一个角色。讲到这边，其实是跟大家简单的这样讲，吃肉是一切癌症产生的开始。肉食过多，刚刚讲过，的确会在我们大肠产生很多恶臭的东西。光光之族研究的，我们现在也晓得很多的致癌物质，还有肉食过多，过多的酸堆积在体内的酸性体质，会造成细胞膜的变性，细胞膜不再保护细胞的功能渐渐退化，很容易病毒受伤。总而言之，就是细胞很容易老化。那我刚刚讲过，病毒扮演着癌症产生的很重要的颜色，随时可以物理性的侵入，结合了细胞核发生突变而产生癌症。这个过程当然要一段时间，不过强调的是吃肉有关。细胞的变性在电子显微镜底下就是这样，整个裂痕的产生，还有这个是看到电子显微镜看到病毒在攻击细胞的情形，像这个是刚攻击，这一只就成功了，这一只的遗传因子已经进去了，这个细胞没多久就会被这个病毒占据，开始指挥这个细胞复制病毒自己的东西。B 肝、C 肝都是这样，侵犯到肝细胞，指挥肝细胞复制肝脏的那些 B 肝病毒、C 肝病毒，到了有一个程度破坏这个细胞，这些病毒都跑到其他的肝细胞继续侵犯，一个一个这样蔓延。那到了久而久之，这个细胞的染色体发生变化，癌症就会产生了。那事实上，吃肉很容易致癌，美国人早就这个结论了。全美科学研究特别委员会跟美国参议院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早就这种 conclusion。上一次有这种他们对美国人健康有害的那些事件，他们都会跳出来说公道话。上一次是说抽烟有害，希望美国人不要再抽烟了，而且立法规定香烟上面一定要写文字，说抽烟会得肺气肿、心脏病，而且还会得肺癌，要加上这些文字。最近他又 announce 动物性的脂肪是癌症发生的最大原因，希望美国人肉不要再这样吃，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好，的确造成癌症的发生率那么高。他们研究证实，肉食者比素食者癌症的发病率可以高 20% 到 40%。美国早就有这种结论了。事实上，肉类消耗量越来越多的国家，我们发现大肠癌的发生率平行的增加。以美国为例，公元2000年，大肠癌是在美国第2位的癌症，每10万人口的发生率非常的高，66人。台湾目前接近32人，差不多美国的一半。那我想，大家的饮食习惯不改变，大肠癌会越来越多。那在美国，每年至少有15万5千人得大肠癌。目前在日本、欧洲、台湾最近的统计，大肠癌也都是第2位的，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渐渐的一致，渐渐的西化、精致化。在新加坡，大肠癌是排名第1位的癌症。那我们在台东荣总几年下来也发现，大肠癌数目一直增加。每年的大概以7% 这样增加，的确跟我们民众的饮食习惯很有关，肉类的摄取、种种饮食的污染、致癌物质的污染，通通有关。那癌症讲完了，其实它肉食会危害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就是肾脏病。前一阵子《民生报》有报道一个事情，一个24岁的女星，24岁而已，就产生痛风症，而且还有骨质疏松。那研究他自己说，他从小就喜欢吃肉，吃到20几岁，哇，一些症状就产生了。24岁而已。那大概12天前，一个朋友的小孩去当兵，整个关节肿痛来找我，然后我们把他检查，才发现他的血中的尿酸是 8.6， 才21岁而已，在当兵。才问一问，哇，从小真的是妈妈很爱护这个小孩，给他吃大量的肉，从小就这样，21岁肾脏功能就有一点受损 ，BUN creatinine 就跑上来了，尿酸高达 8.6， 还是吃肉来的。为什么会这样？算给大家看就知道了。我们正常尿酸的浓度100cc 最多 7.2 ml， 那一个65公斤重的成人
的血液量就是1/13的体重，大概是5000 cc， 乘以这个浓度，意思就是说，一个65公斤的成人身上的尿酸总量大约360上下，或者都是算几百 ml 而已。今天他喜欢吃肉，从小就喜欢吃肉，吃一半的牛肉以后，会产生大约14公克的尿酸，14公克是14000 ml， 我们大概只能留几百 ml， 所以多出来的怎么办呢？肾脏要赶快排出去，天天这样 walking， 肾功能会很快的不行。21岁你看就痛风了，因为这种肉食者的确会产生很大量的废弃物、尿素、尿酸，肾脏的负担是吃素的3倍。你常常这样吃，日日这样吃，20几岁肾脏就受不了了。这个过多的尿酸，有一天肾脏没有办法处理，堆在体内就产生结晶，难怪产生发烧、肿痛那些症状，21岁就有了痛风的这种病。讲来讲去，吃肉的关系。另外，肉类还有很多不好的问题，肉品里面的确有药物污染的问题很严重。大家一直以为农药污染只有在蔬菜水果发生，农药污染在肉类也会发生。美国人有统计，因为这些牛吃了这些有农药污染的饲料、牧草，农药会跑到肉里面去，就像我们现在吃蔬菜水果一样。美国人发现肉品、食品中的杀虫剂污染残余量是 55%， 这么高另外，他们研究发现，肉食女性的母乳遭杀虫剂的污染的情形是素食者的35倍。我们肉类的农药还洗不掉的，因为根深蒂固就跑到肉里面，蔬菜水果还洗得掉的。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肉品与制药业者喂食很多抗生素给这些家畜吃，这些家畜吃的这些抗生素，人类在吃这些肉，抗生素会间接的跑到人身上，会产生很要命的问题，叫做抗药性问题。什么叫做抗药性问题呢？你常常在吃抗生素，身体上的细菌渐渐被你筛检出某些不怕抗生素的菌种会出来，在你自己身上筛检，哪一天你抵抗力减弱或者什么问题，这些细菌让你得病，会让你得病的那些的细菌绝对不怕一般的抗生素。那问题是医生不知道你发生感染跑到医院来，那我们当然是一般遇到感染的问题，用药是用第一线、第二线，用下去，发觉怎么没有效，感染问题持续恶化，最后3、5天或者培养出来才发现，哇，怎么是这种厉害的这种菌种呢？才能剩下没有多少抗生素好用，变成要用第3线、第4线，甚至没有药可用。那问题谁受害？吃肉的人受害，这个是抗药性的问题。那我们在临床上最近的确遇到很多棘手的抗药性的细菌，最有名的就是现在医院看到都怕的 MRSA 这种金葡萄球菌，几乎不怕什么抗生素，只剩下塔克西的或者湾口埋信2种药可以对付这种细菌。这种 MRSA 感染到的话，几乎很难治很难治。所以现在只是金葡萄菌中的一个因素而已。现在很多抗药性的问题都是我们人类滥用抗生素。那一大的问题就是肉类里面污染很大，的确在养殖业者、养猪的、养牛的，通通有添加很强的抗生素给动物吃。另外还有生长荷尔蒙的问题，商人为了要让生意好一点，鸡长得快，在小鸡上面就打生长荷尔蒙。这个生长荷尔蒙会造成很大的后遗症。以前鸡养出来大概3、4个月才能卖嘛，因为才养3、4个月，自然生长的话是这样。现在为了要快一点收成，在小鸡打生长荷尔蒙，4个礼拜就长大了。鸡打这个生长荷尔蒙，4个礼拜就长大了，快了4倍。那这些生长荷尔蒙的残余量留在肉类里面，小女生吃了这些鸡块，生长荷尔蒙作用她身体上，哇，快速发育。前一阵报纸有写嘛，4岁的女生月经就来，4岁而已，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现在看到小2、小3的女生，
乳房发育那么好，什么原因？生长荷尔蒙。这种违反自然的事情，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这种都是肉品的污染。所以为什么要改变饮食？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有这些抗生素吃下去，大量破坏我们好细菌，我们身体上需要很多好细菌都被杀害光了。那我们研究发现，很多肉食是不安全的食物，很多食物中毒的确都跟肉类有关，很少跟蔬菜水果有关的。那生吃海鲜都有沙门细菌的中毒、海洋弧菌的感染。那在美国曾经发生一种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0157H7 这种的，吃下去会感染致死的。那肉类腐败的细菌每公克从10万到9000万个，这些高量的那个细菌，即使煮一煮，把它煮熟也不能完全消灭。那临床上在食物中毒排行第1名的就是这种的，长得很像葡萄的这个葡萄球菌。我刚刚讲的那个 MRSA 就是这一种的。目前这一类的细菌感染到真的很麻烦。肉毒杆菌也是，吃下去感染到会致死。还有这个很可怕的这种球菌、霍乱的细菌，通通是说明的确吃肉比较不安全。跟大家简介伊波拉病毒是非洲比较有的，原因是非洲人比较没有卫生习惯，看到地上死的动物拖回家就去宰来吃，也不管它新不新鲜，结果感染到这个可怕的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感染到刚开始的症状跟食物中毒一样，呕吐、腹泻、发烧，接下去的症状就吓死人。它这个病毒主要是攻击脑，它会借由血液循环跟淋巴系统一路侵犯到脑里面去，这个脑一下子就吃光光了。我是这样比喻，马上就昏迷了，没有药可医哦。伊波拉病毒感染到100%死亡。另外还有一种嗜肉毒菌症，这是一种快速增长的细菌，很特殊的菌种，厌氧菌，会分泌很多的胶原蛋白酶 collagenase， 而且这种细菌繁殖得很快。那可怕在哪里呢？听我讲下去。在1997年，加拿大曾报道这样，嗜肉细菌大举侵害加拿大，它几天之内有6个人因为这个病而死掉，食物中毒。这种细菌很少见，它这主要就是说，它会分泌胶原蛋白酶，溶解那些蛋白质，而且快速增生，几个小时之内，2只手2只脚就不见了，2天之内整个人就吃光了，剩下一个可怕的尸体，2天内就死了。你说可不可怕？食物中毒一下子就这样，好像那个腐尸从那个棺材挖起来那样，这是很可怕的某一些细菌感染到就是这样。在加拿大几天之内6个人死于这样。所以讲到这边，肉食的代价很高，因为要杀害动物嘛，其实也是在杀害你自己。医学告诉你，先要吃肉的话，这一世就要用自己的健康跟寿命作为偿付的代价。日本人研究，吃肉的人寿命比较短，很多疾病、癌症会产生，肾脏会比较不好。可是还有一个，还要杀害动物，这个代价也很高。我们要吃猪肉，要杀猪，我常常觉得杀猪的很残忍。你看猪是这样杀的，我们台湾的屠宰场，大家先看一看，再觉得我们忍心这样吗？就是为了吃那一块肉，天天要这样宰。这是在屠宰场拍的，麦克鸡块也是这样产生的，要这样宰鸡。用屠宰的过程天天在发生，于心不忍。你看那个速度很快，宰鸡的速度。而且你看那个鸡都还没有死就丢进去脱毛，还没有死就在那边跳，就把它绞死，然后毛脱一脱，就是变成肌肉就跑出来了。我们想一想，真的很不忍心。所以希望大家改变饮食，真的可以健康长寿。那我们发现素食者得癌症比较低，比较长寿。那世界上都有这种观察。在德国，汉贼这种族人一辈子都吃素，当地的医生去调查，100年来找不到一个有得癌症的。日本移民的研究，他们研究移民到美国的日本移民，
第一代祖父那一代饮食习惯还是维持在日本一样，并不喜欢吃那么多的肉。经过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的孙子那一代，饮食文化跟美国人一样，早餐起来培根肉煎个蛋 butter， 中午吃个汉堡，晚上吃牛排，三餐这样吃，日这样吃，每个礼拜这样吃。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大肠癌的发生率，祖父跟孙子那一代完全不一样。祖父那一代维持跟日本人一样比较低，孙子那一代同样日本人哦，到了孙子那一代得大肠癌的比例跟美国人一样，所以癌症是跟饮食的确有关。同样的美国人，因为摩门教徒还有第7日耶稣在灵会的教徒，他们很少吃肉，他们得大肠癌的比例非常的低。欧洲的保加利亚90%都不吃肉的，他们发现一个600万人口的国家，100岁以上的人类竟然有160人。还有其他证据显示，吃肉的确跟吃素的相差那么多，健康情形。首先比较给大家看，素食者的胆固醇比较低，吃肉的比较高。眼底网膜硬化，我们要观察我们脑里面到底有没有血管硬化，看眼睛的里面就知道，眼睛跟脑是相通的，眼睛血管的变化就是代表你脑血管的变化，所以我们常常拿眼底镜看人家的眼底网膜的硬化，血管硬化，素食者的确比较低，吃肉的比较高。女性骨质疏松症调查，65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症，吃素的比较低，吃荤的比较高。为什么？现在认为骨质疏松是钙流失太快了，不是钙摄取不够，是流失太快了。那肉类蛋白质吃太多会产生过多的酸，这些的酸需要钙来中和，所以会消耗掉过多的钙，所以骨质疏松是饮食的问题，不是钙不够。攝護腺癌的风险，吃肉的高3.6倍。心脏血管疾病，在1961年，美国心脏学会就发表，改变饮食，素食者的确可以降低90到95% 的心脏血管发病率。中风的比例，吃素的可以降低22%。这些通通是说明改变饮食，你可以活得比较健康。为什么？素食的食品、植物性的食品可以改善这个酸性体质，动物性的食品大半都是使血液偏酸的。植物性的食品含有较多的钙跟钾等矿物质，它可以让我们血液保持适当的碱性，让我们新陈代谢产生很多的酸性物质，很顺利的中和而且排出去，是这样的道理。此外，同样一条大肠，你吃素的话，大肠里面的细菌菌种会不一样，跟日本长寿村的那些居民一样，是哪些细菌呢？必须得氏菌跟乳酸菌。这些必须得氏菌又称为双叉杆菌，的确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的清道夫，它可以帮我们清掉好多有毒的东西，分解掉，而且还会废物利用，产生很多维他命。那这些维他命进一步不是伤害肝脏，是强化肝脏。那强化肝脏，整个体力、人体的活力就变得好。所以日本人在对于肠胃道的疾病的研究下了很多功夫。从早期如何增加这些好细菌都下了很多功夫。小时候大家曾经吃过哇嘎玛豆弱源定，就是这个东西，弱源定就是细菌啊。后来有表灰明 biofilm 也是这个细菌啊，还有健素糖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养乐多 ABU 若乳通通是在鼓励这些东西，让我们肠胃道增加一些好细菌。不过最近的研究更好，最近已经研究出寡糖，吃寡糖可以快速增加这些好细菌的增生。寡糖是 oligosaccharide， 寡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糖类有单糖嘛，有双糖，再来就是淀粉的那个多糖。寡糖就是介于用3个单糖到6个单糖合成的那个人工的一种糖。研究发现已经证实，可以吃进去以后，可以快速增加这些好细菌的增生。所以日本已经把很多寡糖加在一般的食品、糖果、饼干等等。菲斯兰奶粉也有寡糖，吃下去以后小孩子比较不会有那个肠胃道发炎。那在台湾比较有名的饮料就是那个
金车饮料公司做的 Mini Oligo。Mini Oligo 里面就是一瓶里面有4公克的寡糖，喝下去以后可以快速增生这些好的细菌，好的细菌增生很多，可以清理这些渣渣脏脏的废弃物，而且还合成很多维他命，最终的结果就是强肝活力好。所以 Mini Oligo 那个饮料广告就是喝下去哇活力很好，蹦蹦跳跳的，就是那个意思。其实是这些好细菌，那这些好的东西进到全身体内，最终的结果就是细胞功能强化。细胞功能强化，当然免疫力也会提升。我们刚刚讲过，我们的免疫细胞功能强化可以来抗癌，像这个淋巴球就是这样的抗癌，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增生，快速的制造抗体，癌症来了也不怕，一个一个把它们消灭，所以比较不会得癌症，身体比较好。另外，巨噬细胞功能好的话，遇到癌细胞来的时候马上反应，遇到病毒来的时候马上反应，马上把这些癌症处理掉吃掉。其实癌症要好是靠免疫力的提升，不是抗癌药，是靠自己的体质改好。大家有没有听过小麦草之致癌的理论？就是这样。这是近代美国神学博士安威格摩女士发现的。她发现什么呢？她让很严重的癌症患者每天喝4杯小麦草汁，竟然出现奇迹，癌症自然好了。这是什么道理？其实不是小麦草汁有什么抗癌剂，那只是将肉食不要再吃了，肉继续吃，酸性体质过多的酸性物质继续产生，怎么活化你的免疫细胞呢？然后喝这种偏碱性的小麦草汁，将血液赶快改为碱性的，活化你原来自己的躺在那边奄奄一息的免疫细胞，活化起来，用自己的免疫细胞对付自己的癌症。癌症是这样好的。那国外也有这种报道，改变饮食吃素以后，癌症病情大大改善的实际例子。1988年，英属哥伦比亚维多利亚大学的哈罗德·何斯特教授就发现这个事实，而且报道出来。他重新审查突然好转的200个癌症患者，癌细胞骤减的这种癌症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去把它研究分析，重新再去 review 一次，他发现一个结果：90%的癌症患者要好之前做什么事？改变饮食习惯而已。怎么改变？吃全素，而且不吃有漂白剂污染的白面、白糖以及其他过度加工的食物，就是这样而已。改变饮食，改变体质，活化你的免疫系统，加强你的免疫系统，病况就改善了。其实我自己也有好几个这种例子，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改变饮食，病况大大改善的实际例子。这是一个72岁男性清水人，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末期大肠癌，而且合并整个肚子胀起来，是肠阻塞，整个阻塞。那我用电脑断层跟他检查，糟了，整个肚子通通是癌细胞，根本没有办法切。那我估计他只能活2个月。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整个照起来都胀起来了，到处阻塞，因为癌症到处转移了。开进去以后发现，主要的癌症是在右下方靠近盲肠这边，可是整个肚子通通转移出去了，遍满的整个肚子。癌症很多，造成多处的肠阻塞，所以没有办法进食。那像这么厉害的广泛的转移，不用切了，切也没有用，看得到切，看不到的你要更多。所以我们只是期望让它可以吃，改善这个肠阻塞。那我们做法是这样，像这个胃这边堵住了，东西通不过去，我们就接到小肠，让喝进去的东西可以流到小肠，流到这边，糟了，这边又堵住了，只好再再接到另外一条小肠，让它流过来，跑到这边都是癌细胞，这边就放弃了，直接就接到大肠，让大肠还可以再吸收。那预期这边出口直肠这边堵住了，只好在乙状结肠打个洞，叫做人工肛门。我们做的手术就是这样，改道手术加人工肛门。那还好，病人没有出并发症。开始可以吃的时候，我就劝他改变饮食习惯，而且我跟他建议3个钟头喝那个有机的蔬果汁，这样当饮料喝啦。
就是有机的哦，而且要现打的，不能放太久氧化，打一打马上喝，3个小时喝一次，3个小时喝一次。当然还要吃其他的营养，因为这种厉害的癌症，这么整个肚子都是的癌细胞，蠕动不会太好，所以尽量都是液体饮食，所以喝一些安素，打个点滴，还好没有死，出院了，然后固定回来门诊看，本来预期只能活2个月，到2个月还活着哦，而且状况比2个月前还改善，3个月还活着，还来看门诊，到4个月已经恢复到体能状况可以自己开车来看门诊，5个月还活着，到半年都还活着，状况的确改变饮食习惯，癌症的确大大的病情改善。第7个月就糟了，第7个月他又开始吃原来的饮食，体能好又开始享受原来的饮食，病况就恶化得很快，第7个月就走得很快，又发生肠阻塞，再来找我挂急诊，3天就死了。所以病况的改善跟恶化的确从饮食上看到这个模式。其实不止这个病人，我们在一般的病人身上的确可以发现平行的关系。再来要讲环境的问题，我们改变饮食可以改善这个地球环境。我们的饮食习惯的确对地球发生极大的影响，只是大家不太 care。西雅图西北环境观察中心亚兰杜林主任讲的这些话，我们听一听。他说，现代生产肉类大量的误用了谷物、误用了水跟能源。怎么误用呢？第一个，谷物太浪费了，全地球 40% 的产量的谷物，全美产量 70% 的谷物，不是拿来给人吃啊，直接去喂那个牛啊，喂那个羊。第二个，会造成水污染。这些肥料的污染就是牧草的肥料污染，粪便的废水污染，对我们的水资源污染很大，其中都有硝酸盐，会产生癌症哦。第三，空气的污染，全地球养殖业产生的粪便那些沼气达到3000万公吨，这些阿莫尼亚会跑到空气里面去，产生酸雨，会让我们的森林死亡，助长全球的温室效应。饮食习惯而已，为了喜欢吃肉。此外，对环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养一头牛到长大拿来卖拿来宰，要灌溉牧草，要用很多的水，水资源的消耗，他们算起来是这样，头牛的用水量可以让一艘驱逐舰浮起来那么多。再算精准一点，1磅的牛肉需要2500加仑的水，等于一个家庭1个月的用水量。此外，能源的消耗也非常大，在制造运送这些牛羊的能源可以制造运送谷物的10倍，耗10倍的能源。他们精算的结果，生产1磅牛肉的能源可以生产40磅大豆那么多。所以全地球假如都吃肉的话，我们的石油13年就用光了。此外，我们发现 90% 的植物粮食被浪费了。我们养活一个吃肉的所需的土地生产力所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20个吃素的人。用同样的资源，我们可以养多少人？算给大家看。这一块土地种谷物，大家直接来吃这个米，吃这个大麦，这样可以活下来，可以活100人的这种土地。好，今天大家想不要吃这个，把这些粮食全部变为饲料来喂牛。再来宰牛或者吃它的牛奶，吃它的牛肉，只剩可以养30人而已 ，70% 浪费掉了。那有人说，那我们来吃鸡肉好了，把这些五谷杂粮这些变为饲料来喂鸡，吃它的鸡肉，吃它的鸡蛋，鸡很小，只剩12人可以活，养这个最划不来。为什么？猪没有猪蛋，也没有猪奶。养猪最划不来哈，事实上粮食真的被浪费了。美国人只要1年少消耗 10% 的肉类，可以释放出这么多的谷物，1200万吨的谷物，可以喂饱6000万人食用，10% 就好了。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三世界国家，好多的小朋友没有饭吃，吃不饱，都受到饥饿。印度、非洲、巴基斯坦，很多人吃不饱。小朋友吃不好，所以他们算的结果
只要半磅牛肉的谷物就可以挽救40个半磅的牛肉而已，40个小朋友不会饿肚子。最后，请大家改变饮食来提升免疫力，预防瘟疫。瘟疫真的有没有？跟大家报告一下，流感的大流行的预言真的一一应验。病毒专家预言，流感大概36年会来一次大流行。大流行之前，先禽流感做先遣部队。禽流感现在鸡、鸭、猪之间传播，经过一段闷烧期就会传染到人，然后人传染给人。这个情形在1918年、1954年、1967年这个3次大流行，通通看到这个染病过程。先禽流感，隔一段时间就人类的流感。为什么会这样？这些流感怎么来的？介绍一下1918年那一次，叫做西班牙流感，86年前发生的。目前因为那个1918年科学没有那么进步，直到最近2月5号，美国科学家用 X 光结晶谱学定出流感病毒的结构，已经定出来了，100%确定是鸟类来的。基因检测的结果，1918年的流感病毒是鸟来的，所以显示禽流感病毒突变为人流感病毒一线之隔，几乎是同一个病原、同一个病毒。所以为什么发生禽流感发生隔没多久就是人流感，就是这样。西班牙流感是100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86年前发生的。当时全球有10亿人感染，死了5000万人呢，那么多，很可怕，比任何一次世界大战都多。美国有1/3的人感染，死了67万人，也比美国任何一次的战争死亡人数都多。台湾那时候是日据时代，80万人感染，死了25000人，这是历史上的故事。流感是真的很厉害。那现在研究编号，流感病毒长相就像这样，就是显微镜上看的这个样子。现在长相是这个样子，流感病毒，它是8条 RNA 分子就在一起，8条RNA， 然后身上有带有尖刺状的 H 跟 N 抗原分子，这个就是 H， 大概500到700只，现在已经研究到这个很透彻了。那就是这些 H 跟 N 分子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感染人。那每个抗原不一样就编号 H1N1 一直编到现在有 H7N3 的都编出来了。那流感的严重性，台湾其实每年有3000多人死于流感，大部分都是老年人。2月2号，那个疾管局副局长施文仪很担心，他担心今年假如冬天流感发生的话，因为是新的病毒可能会来，可能会死8000人，因为新的病毒蛮毒的。哪一种病毒 ？H5N1 这种病毒。所以卫生署要规划，现在就要规划最坏的打算。万一流行性感冒大流行的时候，可能要准备这些东西。一下子死那么多人怎么装啊？准备棺材太民间，拟定禽流感大流行的全面要停止上课上班。流感假如像1918年那个是很可怕的。事实上，禽流感正在恶化，在国外。从去年冬天开始，12月10号，南韩爆发 H5N1 禽流感，台湾杀掉20余万只。不过台湾 N 不一样，是 N2 的，亚洲已经杀到6000万只了。美国德州也有禽流感，是 H7N3 的这种。加拿大也是 H7N3， 加拿大已经杀掉70万只。加拿大他们算一算那个火鸡啊，今年的火鸡可能感恩节没有得吃了，因为火鸡都感染到那个禽流感，火鸡要杀，他们说要杀到5月底才杀得完，每天杀几只，要杀到5月底才杀得完。加拿大佩斯省最近报道有一例的人类病例，在3月27号《明报》，我刚好去加拿大看到那个报纸。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这一次禽流感真的与普通流感病毒结合，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人受害。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波禽流感的疫情蔓延之广，史无前例，没有看过这么范围这么大的。无论就地理范围、经济影响、冲击之大，皆前所未见。他们都这样的表示。这个地球啊，从韩国开始，日本现在很糟糕，那个乌鸦都有了，
乌鸦都有死于那个禽流感，乌鸦到处乱飞，就把这个病毒到处乱传染。大陆、台湾、印尼、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加拿大都有了，一直在蔓延开来。这个禽流感，我们真怕是不是像1918年那一次，禽流感发生的时候，鸡感染这个病毒，马上呼吸衰竭就死了，3天就死了，而且死得很快，一下子没有办法呼吸就窒息而死。禽流感目前的疫情，我从2月27号世卫组织公布的资料报告给大家听。越南有23例，泰国有10例的人类病例，越南死了15个，泰国死了7个。所以现在只有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有33个禽流感病例，死了22个，死亡率还蛮高的。其实大陆的禽流感蛮严重的，上一次公布是16个省地区沦为禽流感疫区，大陆最近新华社又增加3个。广东省在3月已经启动禽流感紧急防治方案，必要时要封锁疫区、停课停工等断然措施，以免疫情一直扩散，好像挡不住。不过我们都不知道大陆有多少人类病例都没有报告，在那么大范围的疫区，到底有没有像越南、泰国死了多少人啊？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流感全面大流行要3个条件：第一个，这种新的病毒 H5N1 病毒能在人体繁殖；第二个，大家都没有抗体；还有第3个条件，就是这种病毒能有效的在人群中传染。那从越南、泰国的报告的病例，的确知道第一条件、第二条件都已经有了哦。H5N1 病毒不是只有鸟可以得哦，人也可以得，而且会死亡。而且大家都没有抗体，因为大家从来没有遇过嘛，当然没有抗体。现在只怕第3个叫做有效的传染，意思就是说，现在在越南、泰国的那个死的就死了，反正病毒要活的才能复制啊，死了烧掉就算了。最怕那种中间的，得到感染没有死，又能到处跑的那种。举个例，就像去年那个广东省佛山市那个医生，带着 SARS 病毒跑到香港来开会，哇，那不得了，整个病毒这样传染出来，就是免疫力比较好又没有太好，病毒在自己身上曾经感染，但是没有发病，带着病毒到处去散布，那整个大流行就糟了。那问题现在大陆都没有报告他们禽流感有多少这种病例，所以今天的结论是这样，我们不要趁禽流感来的时候才来提升免疫力。的确，我们认为只要大家现在赶快改变饮食习惯，我们的免疫细胞会提升，那个淋巴球还有那个巨噬细胞会很强壮。病毒来的时候你不用怕，你马上反应。所以有的人会得，有的人不会得，就是这样的。那我刚刚讲过，我们改变饮食习惯，其实对这个地球的环保非常的好，也可以改善地球环境。所以一举数得，可以免癌症，也可以免禽流感。所以我一直劝大家，饮食习惯真的是一种习惯而已。喜欢吃肉是喜欢那个味道、那个调味料而已，改变一下，真的对你我大家整个都好。谢谢各位。